1981年7月初3，热人透早4点外，天已经是微微光啊，已经有一寡人走去台湾大学内底散步咧做运动。差不多7点，大的校园警卫率接到一通电话，讲研究生图书馆涂骹，唔知安怎？多一个人，一个姓刘的警员去现场来看，这个是昏去，是食酒醉，手一个摸，惊一条，已经是无喘气的尸体啊！伊是陈文成，才30通岁，就咧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做助理教授啊！前途是一片光明，是安怎会返来台湾，所以代代无性命？伊是自杀，还是有别的因端？这桩的命案一直无法度通解决。几十年了后，有一支广告咧放送，其中有一个角色，就是冤枉被害的陈文成，和这个离破的案件重新浮咧大众的眼前。代表好兄弟，都好姊妹啊，甲恁说多谢。有人提醒咱的历史唔通放袂记，但是嘛有人批评建讲你著讲过去，是要做啥物？尾啊拍广告的专联，都用卖插政治的理由，无过互这支影片继续放送。陈文成是啥人？是安怎伊的死亡会引起台湾甲国际的怒火？到今依然这侪人咧讨论。咱今仔日要来讲白色恐怖甲政治暗杀，欢迎收看《发现大代志》。陈文成1950年伫南口出世，厝里有8个兄弟姊妹。因阿姊淡薄我讲，文成是阮兄弟姊妹内底上巧上熬读册。陈文成确实无辜负厝人的期待，毋但考调建中大学，去考调这个台大数学系是全国第2高分的。毕业了后，陈文成去美国读硕士甲博士了后，卡内基梅隆大学就甲伊请去做统计系助理教授，前途无量。伊咧美国嘛参加同乡会的活动看到迄寡校园的失败，摕国民党的钱，甲台湾的学生点油做记号，陷害无辜，白布甲人捏甲乌，伊才规个人觉醒。陈文成开始投稿写文章，支持台湾的民主运动。逐个月寄付美丽岛杂志社，佮招其他的留学生，一人1月日捐10块美金。迄阵留学生也毋是讲有钱嘛，嘛5块、10块、20块安尼欠来，结果欠到6000块，拢无人敢寄啦。所以大家就甲钱交陈文成，陈文成就用伊家己陈文成3字甲迄6000块寄转来互施明德，迄个美丽岛杂志。美丽岛事件发生了后，伊嘛无咧惊，照常行上美国的街头，参台湾人做伙去抗议国民党政府。陈文成安尼做反射早就互国民党政府饲的这个校园失败挡着啊，该当作是眼中钉、肉中刺。31岁的陈文成敢说敢言，是卡内基美隆大学的助理教授，相当优秀的旅美精英，却在1979年因为打一通越洋电话回台湾，被情治单位给盯上。1981年5月27日，陈文成带因某陈素贞，还有这个拄出世的后生，做伙返来台湾探亲。等家的人差不多6冬外，毋捌看到陈文成啊，规家伙团圆了后。陈文成原本按算7月初8，就要带因某囝回去美国。毋过到6月底，航空公司却通知因讲，7月初8已经无位啊，无就要提早1礼拜，敢若剩7月初1才有飞行机票。即马就要改变计划啊。不过陈文成的出境许可证一直无落来，只好赶紧走去入出境管理处甲问看卖，你出国的许可证是当时才要我？想袂到这可能是请鬼的提药单啦当初时入出境管理处是属于警总下骹的单位，不管你要出国是要返来台湾，拢是警总咧控制。这声警总已经知影，你这个陈文成想要提早1礼拜离开台湾。6月30日，陈文成甲厝里的人讲，伊会知
警备总部有来找伊，问伊讲，啊你咧美国时阵拢去倒位啊？啊拢甲什么人咧交配啊？奇怪哦，啊你警总是食饱想营养，无因地单，你哪遐要紧？陈文成是咧创啥物？啊咱讲警总吼，就是较早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是过去的中华民国政府吼专门咧介管台湾人的职务单位。头前所讲的这个桃园失败，啊因才会走到甲警总都有真亲的关系。7月初迄天，陈文成甲因小弟搁去入出境管理处，啊毋过共款问无结果，啊拄啊好，入出境管理处边啊就是警总会客所在。陈文成转去问警总，因甲讲明仔载早起8点才会敲电话通知你来提出国的证件。过转工7月初2下早啊，陈文成咧处理等电话，警总煞来甲落门，了就甲伊绑个。讲哦，要甲约谈啦吼！啊，陈文成即届对警总的人出门，我怎无倒来啊？7月初3透早，伫台湾大学内底一个姓刘的校警接到一通电话，啊，对方无报家己的名，敢若讲伫咧研究生图书馆附近呢有倒一个人。校警随便去寻，20分钟了后，发现伫咧消防梯下骹有一个尸体，身躯摊趴伫咧水沟仔顶，啊，这个人就是陈文成。因为陈文成过身进前吼，警总该约谈2届，所以真侪人怀疑，就是你警总下的毒手。这个新闻媒体上所做的报道是一种想象，而不是一种事实。谈话完全是在一个极为友好而融洽的气氛之下来进行，非常愉快强和的对他在美国的行为做一番表白。但是警总强调，迄天吼找陈文成，双方是和和气气，而且迄暗两边讲煞，因阁派人送陈文成回去。7月20，台北地检署公布讲正式的调查报告，啊内底的内容讲现场找无他杀的线索，所以官方认为讲陈文成的死哦，若毋是意外，就是自杀。这份报告吼，阁有写着真侪证据，亲像讲陈文成正边卡只片挖腰的所在，还有2个柳皮刺伤的空喙，单细甲水沟的跨度拄啊好符合。啊，伫5楼花手的外口，警方嘛有去找着布料的纤维，啊，甲陈文成的衫裤是共材质。啊，这个开裤骹的所在，嘛有找着一寡铁线。警方推测哦，真有可能是因为下过这个换手，啊开裤骹才有铁线。搁再讲，迄阵啊，陈文成的好朋友郑维祥又出面作证哦。伊讲陈文成在生上尾一个暗暝哦，有去找伊，伊甲讲哦，即届来看你是最后一摆啊吼，希望你加照顾阮厝里的人。啊，这段话吼，正做是媒体强调的重点。嘛，因为安尼，官方认定讲陈文成嘛有可能是自杀。啊，这款的讲法，那陈文成处理的人无要信啊，连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嘛无法度通接受，所以系主任 The Groot 甲真出名的法医 Vetch 决定家己开钱来台湾调查。啊，头起身 Vetch 发现讲陈文成脚趾片中啊，内底有出血，啊正边的扁仔骨、肋骨甲胸骨吼，拢有着伤，啊，毋过手骨、甲骹腿、甲头壳却拢无伤痕的。这表示讲，伊规身躯吼是脚趾片对下骹摔落去，那是跳楼自杀，完全无可能是这个姿势。一般人吼，那摔落去涂骹，通常吼，伊是双手片开，啊是讲双骹下底，所以骹甲手吼会先去弄着，会先着伤。啊，不过陈文成伊手骨甲骹骨拢好势啊好势，拢无明显的伤痕。Vetch 呢，伊佫提出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跳楼的人吼，伊为着要避免去弄着壁，所以通常伊会较出力跳较远的。所以照理讲，陈文成爱落伫咧图书馆外口的草坪顶，哪有可能想直直落伫咧下骹底阿木土地？不过侦查报告说讲，又去弄着2楼的平台。啊 ，Vetch 认为讲，这款讲法哦，你根本咧讲妄假啦。一个人哪有可能讲跳出去了后，搁伫咧空中跳倒转来，啊，搁去弄着2楼才落地呢？唯一的可能是意外跌落去，但是这个理由吼嘛讲袂过，因为迄暗陈文成就已经转去到因兜的门口口啊，是安怎无入去厝内，啊，颠倒走去找朋友，3更半暝，搁走去台大内底，啊，搁爬去咧图书馆顶悬，
讲出来吼，实在无人要甲信啦吼。除了买陈文成处理的人，嘛有提出真侪疑问，像因某陈素贞，伊就讲陈文成连去拍篮球吼，伊就会打电话转来报平安，哪有可能讲无消无息3更半暝拍走？陈素贞认为讲吼，警总一定是无老实。咱头前讲到陈文成的朋友丁维祥，伊咧出代志前一暗，陈文成走去找伊，伊咧引导讲啉巴拉汁、食葡萄、煎卵，搁食汉姆。毋过法医解剖陈文成的尸体，发现讲胃内底是空，这证明讲伊过身进前哦，上少8点钟内底拢无食物件啦。若是有食汉姆、食鸡卵，还是食葡萄，胃一定袂好消化。所以定位上的讲法真有问题。过来定位上前后吼，有真侪斗袂起来的所在。伊连面讲陈文成要走的时阵有甲反复我要来去啊，这大概是咱上尾摆的见面。希望伊以后会使照顾阮厝里的人。落尾伊搁接受记者采访的时阵，煞搁讲警方的笔录写唔对啦，应该是讲即届来看你可能是最后一摆的机会啊。这两句话意思是差真多呢。刷落来定位上伊搁讲，陈文成捌写一张英语的批，毋过这张批吼，即马40几档过啊，拢无半个人找着。甲陈文成事件同款是疑点真济，佫有发生伫1980年的林义雄灭门血案。当时党外人士林义雄伫军事法庭咧受审，伊60多岁阿母甲2个7岁双生仔伫厝里，互人用真残忍的手段甲刣死。迄阵林义雄徛假的4箍链灯吼，情报单位是24点钟咧甲监视呢。讲有凶手甲当头白日去犯案，无冤无仇，害死老人，害死囡仔。落尾佫讲好，也无凶手，找无证据，无法度通破案。这讲出来吼，鬼就不爱信啦吼。不过，若是白色恐怖的政治暗杀，找无凶手，亲像讲1984年发生伫美国的江南案，一个华人作家刘义良，因为写一本《蒋经国传》，台湾情报局开始规划要甲刣死。落尾叫台湾的黑道就是这个德联邦的老大陈启礼。伫加利福尼亚刘义良处理的车库，直接对头壳、胸坎、腹肚甲开3枪，当场死亡。台湾的情报单位更加公然派杀手甲美国本土刺杀美国的公民，这互美国的国务院实在是真袂爽。美国国务院放风声，你国民党政府你若无要承认犯罪台湾你就免想讲对美国来买武器。结果国民党袂堪的压力啦所以蒋家的政权才高不离中承认犯案。陈文成的命案、林家的命案，甲江南案，咱好朋友这几件小连续的政治暗杀有真重要的关联。咱照时间甲排落来，1978年台湾发生美丽岛事件，这是自228以后规模上大的冲突事件。台湾民众的反抗力量愈来愈大。3个月了后，林义雄的亲人互人残忍刣死。经过1冬外，陈文成死伫台台。说落来是江南，因为得悉蒋经国伫美国互人枪杀，当时的政权已经惯使用粗残的手段来压制反对的人，免讲嘛查无证据、查无真相。但是当台湾开始民主化，想要搁重新来调查，却拄到一个大困难啦就是刑法的追溯期。8控9控年代的重大刑案，已经经过30-40天大家目睭紧紧看，强要超过这个追溯期所以伫2018年，立法院重新修改刑法，若是犯重罪造成死亡的案件呢，都无追溯期的限制但是调查啦证据伫倒位？资料伫倒位？真正的凶手又搁是伫倒位？当年上关键的档案毋是早就消失？毁掉无就是用保密来做理由，甲锁起来，袂使调查。爱到2019年，立法院才通过政治档案条例，要求讲所有的单位你爱甲政治档案拢交出来，送去档案局来集中管理。原本永久保密的这些资料才有机会重新来调查，向社会来交代过去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政治档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拼图不过代志无遮简单，暗杀的事件才发生40几天尔，牵系到案件的人可能真济拢搁活咧。
啊，公家机关哦，钉钉塔塔，每每角角是不离啊济。亲像陈文成的案件，国安局拢用国家机密保护法、国家情报工作法出来动，啊，拒绝公开。然后受难者的家属想要调档案，竟然内底一大堆重要的人名，拢已经去用糊掉啊，想要查嘛查不落去。这个困难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档案，国安局大概在我们一开始跟他们调用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这个是国家机密。我看这个办事实在是唔对啦吼！2023年的立法院才去修这个政治档案条例、甲国家机密保护法、甲永久保密的条款，甲汰掉，甲改做是，若是机密的档案，只要满30天就会使解密。监察委员伫咧临帖黑案结案报告内底，真不满批评。啊，即马政党论题已经超过20档啊，但是政府你对政治档案的清查，犹原是ยับ。啊，甲敢若有受害者，啊，谁是施暴者？政治暗杀，甲即阵也无真相。咱台湾民主的路嘛，并无顺遂，真济工课吼，总是爱阁继续拍拼，继续坚持。啊，这是咱公司台语台甲华视做伙做的节目。你若对这集吼有啥物建议啦，还是批评，拜托的留话甲阮讲。啊，你若有介意阮的节目吼，爱记得哦，订阅、分享，甲这个铃啊开起来，互更较侪人斗阵来关心咱台湾，咱做伙来发现大代志。我是阿聪，再会。